各位觀眾好，我係 Casey。復活節拍落嘅片段終於有時間可以處理啦。今次嘅片段係關於廣州2日1夜之旅。今次快閃之行啊，盡量把握時間去多啲地方啦。第一站我哋先去酒店。今次我揀嘅酒店係位於天河區，叫做總統號外酒店。訂嘅房係高級雙床房，1晚價值530蚊人仔。揾酒店嘅時候發現係有啲困難嘅，因為一係貴，一係就係唔靚仔，一係就係唔就腳。我揀咗好耐先揀得到呢一間酒店。呢一間酒店其中嘅好處就係交通方便，去地鐵站行5至10分鐘路程，距離廣州東站係15分鐘車程。我講緊唔塞車時候啊。總之交通就係好方便啦。老實說，我一到埗嘅時候係俾酒店外觀嚇親嘅。我諗緊，哇，咁舊嘅，係咪好似啲大賓館咁啊？但一上到去就發現唔係嘅，係好新淨、好靚仔嘅。整間酒店係以西式懷舊風為主調，然後你會發現有一啲細節呢，佢係配合一啲車站元素嘅。細心再望望大堂有高樓底啊，好有空間感啊！有件事係不得不提嘅，就係呢一間酒店每一個角落都係精心設計，係好適合影相。譬如話好似呢個等候區咁啊，睇落係靚仔嘅，亦都會有佢功能性喺度，所以係2個功能並存。因為樓底高啊，所以佢有半層呢係用嚟做服務位置嘅。咁我哋陣間上去望一望。我覺得黑白色設計既有啲懷舊，有啲現代，我覺得好靚啊！咁我哋睇下 gym 先啦。咁基本嘅器材你都會揾得到嘅。漸漸成為酒店標配嘅洗衣房，呢度用咗開放式設計，洗衣珠、瓷盤同埋乾衣機、洗衣機呢度都會揾得到。最得意我係揾到個廚房啊！我唔知係俾職員用啊，定係俾住客用嘅。咁但係入邊個工具所有嘢都好新淨，全新一樣啊！再行入啲睇下就見到茶室，都成4、5間噶，咁所以傾密偈呢係有地方俾你慢慢斟嘅。落翻去大堂先發現，原來我有一個位係睇漏咗。呢一個觀點車廂，其實佢就號稱呢個車廂呢就可以飲酒啊、睇風景嘅。日景去睇絕對 OK 嘅喎，咁但係夜景嘅話呢，因為打綠光啊，就比較有啲詭秘，咁所以影相你揀日頭嚟啦。參觀完公共區域，而家我哋要入房睇下啦。走廊幾靚仔啊！你留意下地氈，其實係火車軌設計啊。玄關位置好充裕啊，2隻洗潔可以放得落。洗面嘅地方啊，咁其實呢個地方呢已經結合咗茶水間，茶水嘅用品亦都會喺度揾到。基本飲水飲茶喺呢度係冇問題嘅，可以絕對搞得掂。如果你話自己懶啊，我唔搭牙膏牙刷 O 唔 OK 啊？呢度 OK 喎。要睇下，我覺得最重要嘅地方啦，就係瞓覺嘅位置啦。咁我環顧四周，咁空間感就適中嘅，唔會話太大太細。床品呢，瞓落去都舒服嘅，亦都乾淨嘅。然後有一樣嘢我已經測試咗啦，就係冷氣係好夠凍嘅。床邊會揾到一張長凳，同埋一張細細地正方形嘅台仔。咁就可以方便傾下偈啊、飲下茶，甚至食下外賣都應付到。早餐券啊、房卡對其他酒店嚟講，其實都係好 hea 㗎咋。咁但係呢一度唔係嘅喎，有設計嘅喎。頭先嗰張飛呢就似車飛啦，然後呢張房卡呢就係見到車廂嘅設計咁啊，我覺得幾得意啊！成間酒店都俾我睇暈晒啦。咁而家開始要把時間去跑行程啦。其實第一餐都冇乜太
頭緒㗎，因為我哋關注之後嘅行程，淨係諗住快啲食完就快啲起程啦。咁我哋就揀咗對面嘅商場一間茶樓，一於就飲茶啦。咁始終廣州嘛，梗係飲茶㗎啦。整個格局同香港嘅茶樓係差唔多一樣嘅。咁然後個形式上面都係寫字仔啊，又或者手機落單亦都可以。因為呢間唔係網紅酒樓啊，咁所以點嘅點心呢都係會比較平實啲嘅喎。我感覺係本地人會嚟嘅地方咯，所以就唔會話太多整色整水。點心整體味道我係覺得係淡味過香港嘅點心。我唔知係呢一間酒樓係咁定係整體嘅口味係咁啦。初頭都有啲唔習慣嘅。有一樣嘢係要讚嘅，呢個牛河好有鑊氣啊！不過不失啦呢餐。長途跋涉終於嚟到雪梨香薰博物館，由天河區搭地鐵再轉車過嚟都要成個鐘㗎。咁但係你行完呢個博物館，而你又中意香水嘅話呢，呢一個景點係你絕對要嚟嘅地方啊！其實你睇博物館嘅外觀再入埋大堂，你就知道呢一個博物館嘅規格係以歐美高規格嘅博物館而做指標嘅。然後就搞入場啦，記住去大眾點評買啊，平好多㗎。買好飛之後，職員就會俾一張卡你。咁呢一張卡呢，就係會記錄你中意嘅味道，因為你成個博物館呢好互動㗎。咁你會聞啲香氣做評分，咁然後呢，就可以做一個定製香水嘅。主要嘅展館會有3層，唔好睇少3層啊，其實都幾花時間去行㗎。所有展館嘅鋪排，我會用香味旅程嚟形容嘅。咁其實佢會由古今中外，然後再由古代去到現代，去分析啊，去追溯香味係對人類生活扮演咩角色，同埋有啲咩影響嘅。聽我咁講，會唔會覺得好複雜呢？其實唔需要諗得好複雜噶，咁你照住佢個 flow 去玩就 OK 噶啦。咁你行個展館呢，你會見到好多呢一啲 counter 啊、喇叭仔嘅喎。咁上面有一個拍卡嘅位置啦。咁你記唔記得一開始嗰張卡啊？拍一拍佢，咁然後呢一個喇叭仔呢就會有啲香味升出嚟嘅。咁然後呢嗰個畫面呢就會變成一個評分啦。然後你就按住你喜好去評分，然後張卡呢就會記住你嘅喜好噶啦。香味好多時係來自於植物，咁梗係要講香味同埋中藥關係啦。香料或者香味喺西方古代係會有一個祭祀啊或者敬拜嘅功能，咁呢一度呢都會睇到呢一方面嘅資料。呢個裝置係中國古人用嘅。咁佢哋會呢將啲香料啊放喺中間，然後放啲水，然後再搭件衫上去，咁然後件衫就會熏到香噴噴㗎啦。除此以外呢，佢哋仲會好識得用香味去提升自己生活質素㗎喎。譬如以前啲文人呢就會邊寫字邊點香，又或者用香料嚟做化妝品。喺另一個展區，你就會見到外國著名品牌嘅香水收藏品，譬如 Chanel No. 5啊。因為收藏品時代太久遠啦，個顏色已經褪晒，香味應該冇噶啦，但係仲有歷史價值。香水同電影都會有關係噶喎，譬如呢一套香水就係電影香水嘅聯名產品。睇咗咁多古今中外香水同人之間嘅關係之後呢，咁我哋就要開始睇下點樣生產香水啦。生產商當然會同香水大師合作㗎啦。咁呢一個位置呢，就好似名人堂咁樣，介紹下大師做過啲咩名作啦。有一個重點就係，其實大師會嚟呢一個博物館講學㗎。熱愛香水嘅朋友就可以留意下啦。
香水生產會由古代開始講，當然用啲好土炮嘅方法啦，例如蒸餾啊、擠壓去提取香味。咁去到現代，梗係用啲科學嘅方法啦。咁整個生產線呢一度都會有解釋嘅喎。整個展區就好似一個小型工廠咁樣啊。咁你會見到好多大型嘅器皿啦，同埋入樽嘅生產線啦。咁呢一個圖呢，就係講如何由概念至到成品成個過程係要經歷過乜嘢程序。我諗基本上所有產品都要經歷呢個程序㗎啦。概念，然後就市場調查，然後又要合法規，然後再創作，最後入樽，然後就係你見到嘅成品啦。博物館都會講解一下香味嘅迷思嘅，譬如話麝香係咪會令人流產呢？個答案係唔會嘅，因為麝香已經係禁品，所有都係合成嘅。其實我行呢個博物館行到中間，我已經係嗅覺疲勞噶啦，因為我好努力做測試啊。我唔知大家有冇發現，有陣時覺得香味咪就係香味咯，咁但係諗深一層，其實係同科學、同文化、同歷史係好有關係嘅。咁呢個展館呢，就可以好完美體現出我頭先講嗰幾樣嘢啦。香味可以同食物掛鈎，呢一個唔驚訝啊。咁但係最令我驚訝嘅呢，原來同音樂都可以掛鈎嘅喎。咁呢個香階理論係用香味性質嚟決定音階，咁我又覺得哇，呢件事對我嚟講好新啊！香味可以影響一個人嘅情緒，甚至乎喚起一啲記憶，諗起一啲事情。咁而香港嘅香味呢度揾唔揾到呢？答案係揾到嘅喎。咁原來香港嘅香氣呢，叫做時尚都會啊！咁努力做評分，最後梗係要去攞報告啦。去到最後一站，你就會見到一度好多台機嘅地方啦。咁你嘟一嘟張卡，咁然後呢就會生產一個報告俾你。咁就會話俾你聽，你聞咗幾多種香味，你嘅偏好係啲乜嘢。之後呢，你就記住攞一張飛仔啦，翻去地下呢台大機器前面，咁你就可以生產屬於你嘅專屬香水啦。一支50ml，價值290蚊人仔，有興趣可以試下。如果你話我都係中意自己調，我要好似香水師咁樣，咁呢一個位置就啱晒你啦。咁就可以按你自己嘅喜好啦，然後職員會協助你完成你自製自定嘅香水。喺呢個位置都幾要花心機嘅，因為我睇網上評論呢，我見啲人都要花成個零鐘先至調到自己心中嘅香水。而我梗係追求快靚正啦，一於去商店度買啦。除咗香水，仲有沐浴露啊、潤膚露都可以揾到嘅。記住，要買就趁而家啦，因為出邊係冇網上商店噶，你錯過咗就好難再揾得翻噶啦。行完博物館之後，就去翻啲飲飲食食嘅行程啦。嚟到永慶坊，唔好睇小廣州嘅天氣啊，雖然陰天，但係氣溫都係偏高嘅，咁所以就食翻杯雪糕降下溫，叫一杯茉莉奶香雪糕都係12個8咋。除咗可以喺永慶坊飲飲食食之外，其實呢一度都好值得遊覽嘅。呢一度本身係由舊區改成活化咗之後，就有好多新一代鋪頭進駐，例如呢間 Starbucks 一睇就見到佢係為廣州特別設計。喺廣州旅行有一度好，就係相比起其他地方，譬如西安啦，博物館係遲啲閂門嘅，時間容易安排到，就可以去參觀李小龍祖居。行近門口就會見到李小龍同埋佢嘅爸爸李海泉嘅雕像。其實講緊阿爸爸係教緊李小龍功夫啊。其實祖居入邊嘅家私已經搬空，入邊嘅空間就已經成為展示李小龍哲學、生平同埋同佢有關嘅人物嘅地方。當然唔少得佢嘅電影，期間見到好多路外參觀啊。李小龍影響力超勁，值得嚟一睇啊！
其實嚟到上下九步行街嘅時候都有啲晏嘅啦，咁我就跟住大眾點評揾到呢一間食五指毛桃雞嘅火鍋店。咁呢一間鋪頭嘅評分都有4.6分嘅。第一次食嘅關係啊，懷住平常心試下啦。咁呢一個湯呢，就最令我印象深刻啊！呢個湯呢，食完第二日真係會排濕噶，真係有料到噶。我最中意嘅早餐時間又嚟啦！咁呢一間餐廳呢，位置相當大啊，食物有西式嘅麵包沙律、中式嘅點心包點，同埋一啲熱菜啊、粟米番薯啊，仲有一啲甜品都會有嘅。仲有我漏咗講啊，重要嘅粉麵都有啊，不過不失嘅一個早餐。食完早餐就起程去沙面島散下步。沙面島係一個位於荔灣區嘅人工小島，呢度曾經係英法租界，呢個位置保留咗超過150座嘅歷史建築，係一個好有歐陸風情嘅地方。呢度啲商戶通常會為沙面島度身訂造設計啊，切合呢度風情啊嘛。譬如呢一間屈臣氏，平時你見開屈臣氏多啦，咁但係呢一間個設計咧特別唔同嘅喎。呢間屈臣氏係有展覽同埋銷售功能。佢一開始講19世紀初屈臣氏集團喺香港創立藥房嘅故事。講到藥房梗係賣藥，賣藥梗係食藥噶啦，食藥梗係要有啲乜啊？用水送藥啊！當年香港嘅水資源好缺乏啊，屈臣氏就開咗水廠解決呢個問題。除咗清潔嘅飲用水之外，仲有荷蘭水啊，即係汽水啊。咁呢一度睇到佢哋嘅根深蒂代嘅歷史啦，同埋一啲 poster， 一路行一路睇，唔經唔覺啊。其實呢一度係鋪頭嚟嘅。呢度啲擺設咁靚，我諗影一兩張相又冇問題嘅。最重要唔好阻到人哋做生意，咁就 OK 噶啦。西華街係我哋臨返香港之前最後一站啊！我大推呢一個景點啊！呢一個位置呢，煙火氣十足，勁多嘢食啊！就算你嚟呢度之前都冇做功課啊，你肯定會知道邊間係出名，邊間係好食啊！真係好多鋪頭排晒長龍。但係本人嘅腸胃本身係麻麻地嘅，再加上胃口亦都唔算大，咁所以唯有重點出擊啦。第一站決定食芝麻糊。老實講啊，我入嚟間鋪頭都係憑感覺㗎咋，點知呢一度嘅芝麻糊真係勁好食啊！質感好濃稠，然後有一陣芝麻嘅香味喎。價錢方面係6蚊一碗咋，抵到爆炸。第二站沙翁，呢一間沙翁店呢，其實我來回嚟過2次啊，因為太受歡迎啦，賣晒又要等佢炸起先至買得到。沙翁喺香港而家比較少見，咁所以嚟呢度買翻一個，睇下食唔食得翻兒時嘅記憶同埋味道啦。第三站燒鵝瀨。燒鵝同埋瀨粉都係我最愛嚟嘅，咁嚟到廣州梗係要試下噶啦。一開始就話去完呢度就要趕住返香港噶嘛，咁所以都唔留喺鋪頭度慢慢嘆啊，因為驚執唔切喼啊。將個外賣拎返酒店食啦，一打開就哇湧咗啲燒鵝香味出嚟啊！當初諗住跌鑊噶嘛，唔係噶，仍然係熱辣辣香噴噴噶。燒鵝油水適中食落呢，又唔會覺得好肥啊、太瘦啊，啱啱好。咁至於瀨粉方面，同香港作比較嘅話，差別好大喎。平時香港食咪半透明嘅，咁但係呢度瀨粉睇落好似米線嘅喎。要講下沙翁啦，食之前睇下佢嘅 size 幾大先。咁其實5蚊成個拳頭咁大呢，係好抵嘅喎。食落呢係好有蛋香味嘅，份量係好足。係食翻細個陣時嘅味道同埋記憶啊！2日1夜廣州快閃行嚟到尾聲啦，2日1夜真係好似唔係好夠喉，我諗真係要嚟多次先得啊！各位臨走之前記住訂閱我頻道啊，係咁啦，拜拜。